早时，咱三个组织，只是请咱安静咱的心，来为几项事做伙来祈祷。首先，为着今仔日的礼拜做伙来祈祷，求主安静阮的心，安静阮的灵，互阮做伙领受伊的话语。咱做伙来祈祷。 第二，有着学者、中职、小组长，甲所有的同工做伙来祈祷，求主赐福伫每一个同工的身躯顶，看顾因的受力性命，保守因的身体健康，请咱做伙来祈祷。 过来，为着病痛、哀伤的会友，做伙来祈祷，求主医治所有身躯病痛，陪伴一切心灵哀伤。咱将重担、需求完全放伫主的面前，请咱做伙来祈祷。 最后，咱为着风台天过后的台湾来做伙祈祷，求主看顾今年这边风台的台湾，互所有的中介拢有当顺利来恢复，请咱做伙来祈祷。
我的心，我马来亲滚里，应他的巴黎，星星家里来，改变我的心，我看你，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星星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马来亲滚里，应卡里巴黎，星星请你来，改变我的心，让我看你，让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我呼求圣洁，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我求主。荣耀我求主，荣耀我求主。因我会有阿爸爸，我们要亲像你，我们要乐你，因为你为着爱，赐下你的独生囝，得正热心受苦，伊的死为着咱脱离救阮脱离黑暗的款式，无搁受罪恶的捆绑，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主，你值得阮一生来敬拜。主啊，教会的牧者、中职、小组长甲所有的同工，求你找歹题材保守因，保守因的生活，保守因的工作，保守因的健康，保守因厝内的人，互因伫服侍的过程会当刚强壮大，常常对主理也得到力量，得到祝福，互因伫服侍的当中会当享受到侍奉主你的喜乐。主啊，你真正伟大，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阮来得到主你的面前，充满感谢。阮的肉体，阮的心灵会拄着困难。主啊，阮较无你的同在，
求你给阮信心、保守甲带领。无论阮的生活拄着什么艰苦，也是拄着什么款的试炼，拢会当感受着主。主，你就伫阮的身躯边，予阮完全的平安。也求你赦免阮所有所犯的罪，除去阮的软弱，圣灵的光照阮，予阮当悔改。阮咧祈求主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会当充满阮、更新阮，予阮听你的话语。主，你做阮的牧者，赏赐阮力量，予阮当行伫主你欢喜的道路。阮的生命要不断来学了你。阮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这时，邀请大家做伙起立，用欢喜的心来学了阮的主。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了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情学了伊。你的一切拢来见证伊的定义大观念，咱家着学了敬爱爱回应。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了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情学了伊。你的一切拢来见证伊的智慧大观念，咱家着学了敬爱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学了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都你的真心。我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了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情学了伊。你的一切拢加见证伊的智慧大观念，那咱着学了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学了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都你的真心。我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了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情学了伊。你的一切拢来见证伊的智慧大观念，那咱着学了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学了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都伊的真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学了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都伊的真心。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学了你，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都伊的真心。尊敬阿乐，尊敬阿乐，你哈哈乱当定着，回回擦擦。尊敬阿乐，尊敬阿乐，我欢喜顺咱听地路。尊敬阿乐，尊敬阿乐，你安排阮当定着，回回擦擦。尊敬阿乐，尊敬阿乐，我欢喜顺咱听地路。让咱有一日可做一敬拜，新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享受高雅的跪拜，享受我行人生的山途。
排阮当定着，月月擦擦，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当听你哦。咱当初天地里，多做一件牌，圣经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伊拢相思到夜的归来，是说我行信心的山路。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行着，月月擦擦。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所以顺干听你哦。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听着，月月擦擦。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干听你哦。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当听着，月月擦擦。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干听你哦。我欢喜顺干听你哦。我欢喜顺干听你哦。哈利路亚。我的主啊，我要敬虔来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比你的做情，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乐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比你的做情，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乐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比你的做情，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比你的做情，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乐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比你的做情，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要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比你的做情，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
请做伙来吟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若想就那荣耀，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看见痴心，搁听见你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我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真好了解，上帝无小因圣经，世来世间，替人类献生命。伊是家庭，甘愿世上人做官，老岁参事，予我天地永远。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要过来，扫家的声咧大胆，接我转去，天家快乐无限。我要虔诚，谦卑跪落来敬拜，保佑上帝，我主你真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哈利路亚！感谢俄勒天顶的主，我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我要俄勒，我要感谢你的圣名，主我的上帝，赏赐阮这时有较无追求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阮要行止你的疼甲恩典，要领受你的话甲真理。我也要甲你同齐道，领受这个救恩的记号。爸上帝，我今仔敬拜对头到尾，上帝圣神伫阮中间，启示阮、引带阮、鼓励阮、祝福阮。阮知，阮来到你面前，毋是偶然的，是恩典佮祝福的。互阮逐个人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教示甲款式，然后为主做见证，伫地面上做光做盐。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同心主的敬拜。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是你所应允、所祝福的，所以阮同心伫你面前，三甲吟诗祈祷，三甲阿乐感谢。愿你圣神伫阮中间。阮也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咱的人。
无你带阮得入去，就叫阮看你咧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46篇。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伊造地，互地有形体。伊造的毋是混沌。伊安尼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我无伫昏暗也是黑暗中，甲恁讲。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圣殿中，阮会当有福分来敬拜你，献上阮的感谢。阮是自微细的人，但是主你看阮做宝贝，对阮每一个人有奇妙的计划。你创造阮，是为着要将你的疼放伫阮的生命中。总是主。有时，阮的念头、所行所做，无顺探你的心意。你犹原听阮，对阮失落完全赦免的恩典。你的怜悯是超过阮会当想象的。伫阮的生命经历考验的时，你赐了信心甲阮同在，陪伴阮，帮助阮通了解家己的身体。情感、灵性的限制，只有我靠你的怜悯，伫软弱无五望的时，你应允阮，为阮来拍开一条出路。主你的慈悲甲无限的保护，超过了阮的软弱。你借着试炼甲失落，来开阔阮的灵魂。对安尼人要。伫阮的生命中，看起你是温柔，佮充满疼痛的主。主，阮真正感谢你，超越痛苦的疼，就显明伫阮的心上。主，过去即礼拜，台湾经过风台的威胁，你听阮祈祷，伫大风大雨中，侪人得到平安。虽然也有损失甲伤害的所在，但是主你的看顾无离开，求主保守，使阮政府团队有智慧，人民有气力，会当紧紧恢复日常的生活。伫世界中，阮嘛看见有战争、气候的改变、粮食的欠缺、传染病等等的威胁。主啊，你是和平的灵君，医治的主，嘛是黑暗中的大光。恳求你赐了五芒，赐了拯救，伫阮的中间。今仔日是世界圣餐主日，主，阮真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伊宝贵的十字架顶救赎的恩典。通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同坐倒，领受着基督牺牲的疼。求主你祝福富强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阮会当谦卑合适基督的疼，阮会当搁较用心，彼此尊重，互相激励相疼。伫阮牧者专心的牧养中，三甲扶持帮赞，
伫主你对阮富强教会美好的心意甲意象中，同心做伙向前行，宣扬主你的福音。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用伟大的疼做每一件小小有疼心的服侍。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共修上帝的话。今仔的圣经有2位，一位是以赛亚书55章8节到9节，第2位是罗马书第8章第5节到第9节。请咱兄弟咱做伙来读。上主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天比地较悬，相反，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我的意念嘛比恁的意念较悬。第2位，请。因为顺坦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毋过顺坦性情的人意向性情的事。意向本性，结果是死。意向性情会得到活命甲和睦。安尼，意向本性是抵得上帝，因为无顺服上帝的律法，其实嘛无法度顺服。顺服本性的人，袂当互上帝欢喜。既然上帝心有点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性情。但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愿主启示咱伊的话，加做咱的帮助。这时阵，咱圣歌队要来用诗歌学乐咱的上帝。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心之上》。献诗了后，咱要请夏牧师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意识属性思想。因为
敬拜，我来敬拜颂扬。天父完全的恩典，爱乃赐给世上人，有平安，满足欢喜，天上生命到永远，天上生命到永远。赞美主，万王之王，我们来敬拜颂扬，我们来敬拜颂扬。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圣乐队带咱来敬拜上帝。今日这位大家有早平安，真欢喜，咱伫这礼拜经历到真特殊大自然的变化。咱台南有3天3天来放这个太阳假，但是咱感觉这3天个成也无感觉到风台。这实在是足特殊啦毋是咱的气象局，也是咱的政府调工要放假。但是伫高雄差咱安尼40-50公里尔，风台17级。迄有咱看去讲这只间会当讲上帝会创造这大自然的变化，非常的特殊毋是咱所会当测度的。连这个上科技的这个 AI 的测度拢无共款。还有咱想起着讲，圣经约伯记26章10节讲，伊伫水的水面周围画出界限，画出界限。咱讲空中甲水道拢一片，哪有可能界限？伫上帝立理的下面，风要安怎吹，水要安怎走？事实有上帝奇妙的意思，这也互咱学习更较敬畏。咱人袂通测度所有的事，嘛袂当计划任何拢照咱的计划事。也伫遮咱要三甲今仔日迎旨圣餐主日，甲主同坐道，是要互咱搁一遍来思考，咱人的有限甲上帝迄个全能的无限，咱要安怎搁较深的结连？咱要分享进前，大先咱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有份参与伫今仔日的敬拜。感谢你伫顶礼拜引带阮大家三甲组织领受你的话语。阮今早起线接，要搁来思考，阮基督徒自我的形象要安怎会通搁较亲近你，搁较主相结连。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帮赞，赏赐阮对你天顶来的智慧，通明白，通行做，通见证。伫你面前，阮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日只为咱顶礼拜有三甲分享讲基督徒的自我形象啦，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有的兄弟真有迄个印象讲，牧师咧讲到，咱人若家己一个，并无一定会当显出咱的价值。但是当咱甲主耶稣迄个救恩，是个结连做伙时，你就成做迄个宝贵的上帝百姓。就好像讲，一支稻草，等伫土骹是粪扫，拔一捆菜是菜的计数，拔大闸蟹是大闸蟹的计数。古早咱无用迄个塑胶袋啊啦，也是遐个保鲜膜包装的。这是咧甲咱描述讲，当咱看家己是粪扫的时阵，你就感觉对家己的自我形象完全无信心啦。
但是当咱知影有主耶稣基督迄个十架的拯救，我是真做囝子的身份，这是一个足重要。咱基督徒要安怎？你讲真正是耶稣基督的学生，真正是上帝的百姓，你安怎来甲这个结连好？啊，毋是干打一个飘头，啊，毋过内面呢是叫做安尼二手货，啊，无就是赝品，啊，无就是山寨，迄个真正真真实实是上帝的囝子甲百姓。啊，所以基督徒是这个俗世的世界，咱讲咱活伫这个罪的世界，会拄着罪迄个世俗文化的影响，致使咱袂记咱家己的身份，袂记讲啊伫家修的内底，即只老鹰伊的身份。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今日思考第二个部分，叫做依实，也是依着属圣神、属上帝的思想。拄则咱有读两位的经节，咱伫后壁面会当搁做一个学习。我要甲咱直接来分享讲，基督徒甲属灵的世界的关系啦。基督徒甲属灵的世界，咱若要一个简单一句话来讲，基督徒伫世界几啊十亿个百姓中间，你我大家拢无啥物无相共。咱的空气，咱的水，咱的日头，咱的营养，咱的食食，咱嘛是读册思考，咱无比人较牛，也无比人较矮。但是当你发觉你无共款的，毋是咧比拼世间的价值，是你有甲即个属灵的世界有一个结连，而且结连了足密切的，毋是安尼影一个过，影一个过，啊破破知，也无介清楚。啊，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啊！虽然是牧师讲道的一篇，但是请你会记得，即个你若无甲伊开发出来，你若无甲伊结连起来，有好像是讲圣经嘛咧读。礼拜嘛咧做礼拜，服侍嘛无输人，但是哦，一直无法通达到迄个属灵甲圣神结连的迄个境界。兄弟姊妹，咱注意看拄则以赛亚55章80到90节所讲的，即个属灵的世界，毋是咱管的，毋是咱指导的，毋是咱咱控制，是上帝。请会记得这点。啊，这是咱要敬拜上帝的原因啦。以赛亚55章，上主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即句话啊，看袂出我无共款。啊，我想啥你嘛毋知啊，啊你想啥我嘛毋知啊。大家平等嘛，对毋对？大家也无差到倒位啊。但是请看下一句：天比地较悬，相反，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较悬。即只伫遮，差伫遮。天比地较悬，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较悬，是上帝路悬过咱的路，才需要咱去敬拜，需要咱去亲近嘛。啊，我的意念嘛比你的意念较悬。咱通做点仔批评啦吼，讲咱伫这个世间伫来往啊，侪伫咱的周围的人，咱做士大做老师的拢甲伊讲。你上好是甲遐个安尼品格悬的人做伙，你上好是甲遐有智慧的人做伙，因为你甲因做伙，你就通对因学习到真宝贵的经验，有得到真侪安尼咱袂当理解的知识。伫社会上真正有即个差别，因为有人有即款好的修养，有即款好的知识的累积，有遐个那特别是若讲属伫迄个工作职业上的技能，迄搁较毋免讲，师啊拢都爱对师傅，连煮食的拢爱有师傅。啊，咱伫世间都感觉讲需要甲遮个较会当互咱好的影响的人来做伙啊。啊，他请会记得，上帝的意念、上帝的道路拢比咱较悬。是安那，咱无爱军队咧，是安那，咱无爱超吹咧。所以兄弟姊妹，请会记得。人类需要全能、全知的上帝祈求伊的引带，爱祈求哦，爱追找哦，才会当明白，才能行伫上帝道路，明白伊的意念。
诗篇81篇，即只经节，真侪人爱引用讲，你爱大大开喙，我就甲你充满。你爱大大开喙啦，开喙的意思是讲，我袂啊，咱吼做爸爸妈妈的吼，嘿，有可能会感觉讲爱食咸食厌烦啦。但是啊，做阿公阿嬷上爱讲看孙吼，哇，一碗糜啊，啥会要食吼，哇，咱囡仔开喙开足大个，哦，啊，安尼，咱甲饲咧，感觉足满足欢喜的安尼。早起咱阿伯礼拜吼，啊，我看到咱教会彭金姐妹带三个小朋友，啊，坐伫咱头前个大门入来遐，三个囡仔乖乖坐伫遐，啊，你甲伊饲早顿。啊，我就甲学了讲，小朋友即摆真乖哦，吼，妈妈饲物件拢袂后白走哦，吼，拢会开喙。咱若看见迄个影片内底鸟仔秀有无？有迄细只鸟仔囝，迄喙吼开偌大，吼，比一般的鸟仔较大，啊，伊个喙边拢黄对无？啊，喙大。啊，鸟仔老母安尼，加来糖啦，加来物件，甲落到伊的喙内。这个意思是甚物呢？白字讲，恁的喙就大开，我就互恁饱足。兄弟姊妹，上帝要将这个宝贵的恩典祝福，也是做教示甲指导互咱。但是你喙都无爱开咧，吼，咱若去顾着迄囡仔吼，囡仔安尼，毋知是身躯无爽快，还是这口味无好，喙拢甲你干掉啦。讲喙开起来，啊伊就毋开安尼。啊，有诶吼是大人吼，安尼较无受，较无迄个安那脾气较歹诶吼，安尼吼硬甲掰开喙要甲煎遐食物落安尼吼。即个话咧，互咱一个真清楚诶提醒，请会记得，喙着大开诶意思是好胆甲主困求，甲主后叫，讲上帝啊，我需要。因为这上帝爱你有一款的仰望甲意爱。但拄则咱就讲，先咱都爱去明白迄个属灵的世界的重要，因为咱人类是受到属灵的世界所支配。咱眼前看到的是叫做三度空间啦，吼，点线面也是讲立体的安尼，啊，你看会到的人是立体的。啊，这空间是立体，咱伫这世界，咱都爱受这大自然的控制。亲像咱知影讲有地心引力啦，吼，啊，风台是安那有迄个风速，伊受到气候、水汽，啊是迄个气压的影响，这拢是一个俗世第三世界。但是呢，第四世界是啥物呢？是超越人类经验的时间、空间、物质，意思讲超过这个啦。时间、空间甲物质，迄个叫做属灵世界。啊，有人甲称叫做第四度的空间。第四度的空间。啊，伫世间所有的画面，只有人类哦，请会记得，只有人。人当时活伫3度的空间，啊嘛活伫4度的空间。意思讲，咱是3度空间甲4度空间啊，世界相同的身份就对啦，吼。世界相同的身份。啊，这个图吼是互咱了解讲，迄3度空间的一个概念啦，吼。啊，3度空间甲4度空间，这3度就是讲啊，3D 的世界，吼，啊，你是咱现在生活上所看的世界。啊，4度是大概是安尼啦，吼，这是一个 AI 的图，吼，就是讲，伫迄个3度迄个内底，外面阁有迄个开力，吼，咱内面有一个小小的迄3度空间，伫外面这个属灵世界阁较宽。当你若有即款的认定了后，咱就爱搁进一步知影讲，啊，若安尼即个属灵空间，我要安怎进入？我要安领受即个安尼无远弗届，吼，也是超过人所会当掌握的部分。当咱进入到第4度空间的世界的时阵，咱就会当创造、治理、改变3度空间的世界，并且大有能力。安尼可能咱还阁无法当真清楚、真了解啦，吼。兄弟姊妹，咱会记得
真侪遐科学家，真侪遐大知识的人，咱若有时甲伊误会讲，啊，即个人爱空空讲讲，啊，空思妄想，捌听人讲吼，啊，即人空思妄想，想法有诶无诶，迄就是人有会晓想法有诶无诶，啊，想了有意义啦吼，哎，一个科学发明，互伊想到啊，互伊揣到啊，啊，迄就是四度空间原来有诶，人毋知，啊，咱定定伫小学度听到牛顿。啊，讲坐伫苹果树骹咧拄龟，吼！啊，你拄龟，我嘛咧拄龟，大家嘛知。啊，互苹果讲着吼，若较巧诶讲，安尼，这苹果你互我食，刚好，安尼就解决啦。啊，人牛顿就毋是咧，讲一个听听说说诶讲，哎，奇怪，啊，苹果咱无飞伫空中去哩，哪会落对涂骹落来？啊，人伊想出地心引力咧。啊，咱讲，即个原来就有，啊，就干那即个牛顿，伫几百年前去想着。上帝创造的奥妙，人会伫这涂骹行，袂去飞伫空中去哩。袂伤重，嘛袂伤轻，伤重咱身躯袂堪折，伤轻人就浮出来。啊，这是一个物理的知识，但是迄第四度空间所予咱的，啊，当咱有去想的时阵，咱知影讲伊的奥妙伫倒位，做所有。咱世界人类文明的进展，真侪拢是因为有人有接触到第四度空间的理解、明白甲提醒。啊，若无现在，咱所谓遮的电子，甚至于量子，遮的物件根本人都看袂到。你要怎知讲有迄个物件？啊，目的是要互咱明白人无较高。人爱谦卑，知影上帝所创造这个四度空间的奥妙。乃当用圣经的话来描述，咱能更加清楚。第四度空间伫圣经安尼描述：创世纪第1章第2节讲，地是混沌，也未成形，深渊的顶面乌乌暗暗，上帝神运行伫顶面水面。当这个世界也未造成的时阵哦。迄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就对了，乌暗暗，深渊顶面乌暗，还未成形。但是，请会记你下面一句话讲：上帝神运行伫水面，上帝神在震动的时阵，迄个就无共款啦。迄就是第四度空间，上帝开力伫遐，圣神伫这三度空间运行，就创造了这个地球，这个新的世界。所以，兄弟姊妹，亲像这个描述的图啦，吼。地面空虚，烟面黑暗，圣神伫三度空间运行，创造了新的世界。那既然有理解，这第四度空间毋是一个空思妄想啊、黑白想讲正经代志毋做，对你想遐有诶无诶，毋是呢。兄弟姊妹，咱咧灵修，就是咧甲第四度空间，咱咧祈祷，咱咧。甲主亲近拢是第四度空间的代志，所以咱应该都要意识这个属神的思想来改变咱的生命。意思是，你已经有受洗啊，你已经伫教会真久啊，也是有诶是第2代、第3代基督徒啊，这拢真要紧，这真重要，无毋对。但是你爱确认你家己本身，你是已经是有属神的思想伫你内底，就像顶礼拜咱所讲的。咱就爱有上帝的话伫咱中间，所以用一个譬如来讲，构成咱这个人类的硬体，咱讲咱有灵、有魂、有体嘛，吼，灵魂体安尼。但是要甲咱这个灵魂体超振动的，叫做软体。这软体就是咱的思想、咱的念头。咱的思想，就像顶礼拜牧师甲咱提醒讲，小心你的思想，思想后来会变成你的行动，你的行动后来会变成你的习惯，习惯后来会变成你的这个性格，性格后来变做你的命运。咱若有属神的思想，有上帝的话诚做咱的念头，咱就会行一个。照上帝的行为来行，对不对？
因为有属神的思想啊嘛，我照上帝行为来行，我有上帝行为行了久，我就变做我的一个习惯。啊，这习惯养成了，我就是属上帝的个性啊，属上帝的性格。啊，那安尼，这个性格所得到的，就是一个美好、上帝所祝福的人生。咱若搁用一个例，主导文咱拄才念过吼，愿你的旨意伫正，搁来咧，伫地呢是安那？亲像伫天呢。这个话的意思是讲，上帝旨意吼，伫地面就正，啊，亲像伫天呢，表示讲上帝心怀意念是先伫天顶有啊啦。迄个第四度空间的天顶已经有啊，然后伫地面上来达成。上帝国已经伫天国已经形成啊。主耶稣讲上帝国，我要来是要宣扬上帝国的好消息。啊，当咱安尼祈祷的时阵，咱嘛就安尼行，讲上帝啊，你将你宝贵迄个属天的思想互我，互我通明白，互我通清楚，因为你伫天顶已经完成啊，所以我伫地面上就照你的意思来行，就亲像我讲啊，咱有的人伊有一个真水的迄个念头思想，啊，甲伊化作现实共款。圣经甲咱教示讲，人类有属肉体甲属灵的思想，啊，所以伫罗马书真强调哦吼，咱等下搁复习一遍。伊讲真强调，信徒爱用属灵的思想来过日啊。世间想法念头做算袂了，请记得爱用属灵的思想来过日，毋是属肉体的思想。咱来复习这段经文，讲因为服从本性的人，意向伫本性的事；顺服圣神的人，意向伫圣神的事。意向本性就是安怎？就是死；意向圣神就生命甲平安。这是咱提醒兄弟姊妹，咱来读经祈祷，咱来甲主亲近，咱来体贴圣神，毋是体贴肉体。毋是照咱家己的想法，是看上帝安怎想。上帝啊，你的旨意是甚物？所以这毋是一个宗教念头尔吼，嘛毋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哦，是因为你的生命是要伫这边本性、肉体，也是要伫圣神、平安甲生命。兄弟姊妹，第七节讲，所以意向伫本性的人，就是甲上帝对敌，因这是罪嘛。这是肉体嘛，这是甲上帝对抗的嘛。因为伊无上帝，无顺服上帝的法则，事实也袂当顺服。因迄就是格格不入就对啦，吼。啊，你属性袂合，咱知影水甲油会合袂？无法度。啊，人的罪记着上帝，罪若无退，就是上帝离开尔嘛。上帝讲啊，你的罪无解决。要安怎领受上帝的祝福呢？啊，所以第八节讲，服从本性的人，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啊，第九节讲，论到恁，既然上帝灵住伫恁内面，恁的生活就无互本性来支配，只受什么？圣神的管束。圣神伫咱内底，等于咱的这个身躯、这个硬体吼。有一套圣神的软体在甲你运转，在甲你运转，照圣神的意思，啊，你就袂去发生病毒，也袂发生迄种电脑吼，啊去宕机，啊是电脑吼已经过时啊，啊无咧 update。最近吼，因为迄个 iPhone 16个出来啊，吼，啊真侪人看新闻就咧报讲，哇，遐旧版的吼。旧版的迄个苹果手机袂用得啦，因为吼，因袂当接受新的软体，因为软体伊无相容啊，不相容，啊，伊就无采你有即只机啊，哈，所以只机啊虽然还阁用啊，毋过袂用得。兄弟姊妹，你有想着讲，伫我的肉体顶面，我要接受圣神的管束，啊，即个无基督的灵就无属基督，啊，所以有几项吼，咱若要讲，啊，我要属神的思想。啊！但是我身躯内底思想是对也毋对，是好也歹。
啊，我要应该安怎甲伊排除啦吼？咱有人手机啊吼，啊相片啊加内置啦，啊这软体一大堆，到尾吼，哇，规个容量拢爆炸，啊袂叮当啊，啊你都爱甲删吼，甲删较济，删较济，无路用的软体啥拢甲删掉。人嘛需要排毒呢，咱人需要甲这病毒素排毒。这个排毒是用上帝的方法来除去负面的思想啦，来除去负面的思想。啊，牧师无用人解释伤多，但是你看这个你就知影，什么会影响到咱甲上帝亲近？什么会影响到咱领受上帝的思想呢？第一是内心的不安，内心的不安，因为咱的环境甲咱的罪所带来，迄个心内的不安忧愁，因为你。这个会影响你甲上帝的亲近，心内不安，环境甲罪所带来的不安。第四，孤单孤独的内心，有的人代志拢想敢若想家己，啊，我有啥物利益，我有啥物权力互损失去啊，啊，我会当趁偌济钱，啊，对边仔的代志无要管，啊，公益的代志佫较毋免讲，复杂的代志，啊，教会讲的代志。啊，伊拢无欢喜，无趣味，只敢若想讲我家己自我。啊，这也是一个孤单的内心。第三种是丢毒不决，吼，丢毒不决的心。啊，咱爱无心怀二意就对啦，优柔寡断，决定这决定迄。有人讲伊有一种叫做选择的障碍，选择的障碍。啊，这大人拢加减有啦，啊，若生活上无困扰，那倒是其次啦。啊，若有困扰，可能就是咱爱去操练。比如讲，啊，牧师啊，逐摆若去菜市啊吼，也是去全联吼，啊，要买这买迄吼，拢决定袂落，伊拢想讲这个好啊，无迄个也无安尼。啊，逐摆转来食牧师讲，啊，你是买这要创啥安尼？啊，我讲啊，这也好，迄嘛好，啊，拢买转来安尼吼。啊，我老想着讲啊，原来阮老母嘛安尼，阮老母若去菜市啊吼，因为伊毋是伊咧煮啦，古早吼，早前哦，阮爸爸是咧煮食的哦，伊是安尼，毋是外口的总铺师，但是阮兜的总铺师啦，啊，阮妈妈是专门出去外面咧买，因为阮爸爸无啥爱甲人接触，啊，所以妈妈去菜市啊买物件，啊，就想讲啊，到底阮爸爸要煮啥啊？规矩这也好，迄也好，安尼。啊，这个生活上吼，若莫讲安尼浪费，安尼就倒来其次啦吼。但是呢，有真侪人犹豫不决，会影响到咱有时甚至会发生重大的失错甲错误咧。即摆吼风台来吼，咱各地市长才是头壳疼，因为吼要放假吼，咱的市民欢喜甲学乐甲讲啊，市长你好帅安尼。啊，讲无爱放假，讲啊，你是要互阮啊去外口弄，你迄个雨风弄掉，还是讲互水淹掉遐？啊，迄叫做足歹决定。啊，有人决定了变赖神，你敢毋知？即马咧做总统，啊，为了决定无好，即马伫家人互人伫，哇，要甲罢免。啊，这实在是真歹决定啊！咱毋是讲换咱就法度，啊，这叫做有时犹如不决的心，啊，咱伫生活上毋通引起真大的错误。咱知影讲，一个成语的故事叫做“爸母吼，哇，爸囝牵驴啊，有无？爸囝牵驴啊，啊，人讲安尼，你着改，啊，拢无法当决定。啊，这嘛是咱人的一个弱势本性就对啦吼。第四项是容易生气的心，你来甲伊拄去。动怒会互人显得卑贱甲无知就对啦，生气。啊，咱人的个性常常会互即个脾气所来影响着，啊，甚至负面的，真侪人安尼误事就对啦，误大事啦。箴言19章11节讲，人有见识就袂快生气，无追求人的过失是家己的耕耘。哇，咱对人吼袂发脾气是你的耕耘呢，吼，咱人要做到这实在无简单吼。啊，人忍耐会调就足好啊啦吼。啊，表示讲，咱常常会互愤怒来误事就对吼。搁一个叫做挫折的心，
错一个心。迄失败吼，怎规个人人生拢怎失去愿望？负面的心态，对家己失望、甲失败、自我形象定来放伫内底。有真侪人哦，少年时代哇，充满热情哦，充满破拼的心，讲啊，我要安怎要安怎。但是呢，可能少年无经验，也是讲拄啊好，安尼时机无好，哇，跌落去，失败落去，怎切落去啊？切落去，有的人是讲啊，都乖乖啊，毋通搁黑白问就对啦。啊，毋过有的人啥，啉酒，有的人伫遐动榴莲，因为毋敢搁做啊。迄个失败。迄个痛苦已经绑伫伊的内心。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啦吼，咱拢真熟悉的，吼，你无食着嘛看会到，就是肯德基啊。这个肯德基爷爷的故事，啊，咱知影讲啊，肯德基伊的英文的缩写叫做 KFC，Kentucky Fried Chicken 安尼吼。啊，原来这创始人啊，咱若注意啊看吼，咱拢会看到这个啦，哈，这个先看这个，吼，这个肯德基爷爷。啊，咱唔知影这个故事，你就想讲，奇怪啊，吼，是安那？这个招牌会用一个老人，啊，搁胡鬚的，啊，搁穿白衫，啊，搁乌的少少安尼。啊，奇怪，咱若要用少年，啊，不用美女来做飘头，是安那会安尼呢？啊，原来这个故事是安尼啦，吼。啊，小可做一点分享，互咱知影讲人失败安怎爬起来的故事。这肯德基爷爷吼，伊的创始人叫做哈伦德·桑德斯啦，桑德斯。伊吼，你若伫网络看伊的故事，讲哎哟，一个人那迄运动遐歹，吼，所有歹的代志拢发生伊的身上啦。囡仔时代，伊老爸就过身。啊伊吼被逼哦，做兄哥嘛，啊妈妈去外口做工课啊，因为无人趁钱啊。伊即个细汉吼，就住厝吼，爱负责煮食互小弟小妹食呢。啊不过这故事嘛来啊，伊吼安尼家己变来变去吼，厝边隔壁讲，哎哟，这个囡仔哪样搞？啊，一个囡仔能变20-30种食物啊，哦，是讲你是天才哦。啊，就该学落着啊，对毋对？伊就想讲，有可能吼，我将来呐往食的这方面来发展，袂歹哦。可能我的本性安尼，但是安那想梦想，啊，毋过吼，都无讲顺利的就对啦。后来伊的老母都因为个少年嘛，就搁来嫁了吼，哇，真正搁较凄惨。这桑德斯吼。新的老爸吼对伊足无好，妈妈若出门吼，就开始甲拍甲讲，甲凌虐就对啦，甲家暴就对，啊，所以伊规气啊，少年就走啊。咱知影讲，若家庭无幸福吼，半路就逃走啊。啊，半路逃走嘛无互伊随时搁顺遂哦。伊40岁开始照伊家己原来的理想讲啊，我着对食有趣味，我来做餐厅。啊，毋过后来煞加入去一个纠纷就对啦，啊，所以不得已吼，甲伊的家产啦、餐厅设备啊，俗啊卖，通去抵制就对啦。啊，咱无顺序，一件过一件，到60岁啊哦，60岁啊，像牧师这年纪都准备要退休啊，伊吼，佮因为欠小破产，啊，规个人打击到吼，规个人吼，身体怎歹去，只好去住院疗养。但是哦，伫病院吼，都毋是肉体的病痛咧，头壳咧艰苦咧，所以哦困袂去，啊！伫眠时安尼翻来翻去，困袂去。啊！伫一个透早，伊忽然间听见远的所在有人咧唱歌啦，啊伊吼都困袂去啊，规气较早爬起来，啊伊就。听迄个歌声，行。哦，原来是附近一间小礼拜堂，因为早起无啥物车，啊，所以哦，迄个歌声出来，啊，伊一个行入去个礼拜堂的内底，看见讲啊，原来是一个姊妹
在吟诗，可能是咧早祷会啦吼，爱唱一条诗歌，伊听了吼，规个人吼，哇，感动甲流目屎安尼，流目屎。啊，原来吼，这条歌叫做《境遇好歹，变化无定》。我要请苏琴哦，你甲弹这音乐，大家拢知。咱来唱第一节好，来。境遇好歹，变化无定，上帝在照顾你，点出实的阮当面行，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在顾，逐日出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这首诗歌呐，咱老基督徒拢足爱唱吼，因为特别是咱拄着人生无顺遂吼。较早是叫做“俗境遇好歹是主所定”，听起来介像哇，我境遇好歹，上帝拢甲我定了了啊！即马甲改做变化无定吼，较合咱事实的现况就对。啊，这桑德斯吼，哇，伫迄阵规个痛苦悔改、痛哭啦悔改。讲上帝啊，我较早拢照家己的知识，家己要拍拼，啊，无甲安尼，人讲吼，安尼规身躯拢伤啦，上帝啊！我将我交互你，毋是家己交。最迄阵伊心内足平安，伊66岁啦，66岁，牧师这年纪，定心出发，伊家己研究出来迄个口脂吼的秘方，因为家己无钱嘛，就开始找吼，咱遮的客户大拢找了啊，因为咱遮咱200-300个啦，伊找1000个拢无人要甲接受，讲啊你有啥物证明讲你的秘方、你的口？迄个汤头是较好啊，无人买，直到1009摆，迄个人去讲好来试看嘛来，啊，才出现转机啦。兄弟姊妹，这桑德斯爷爷到88岁，照伊的努力，一世人用这方面来研究，最后将品牌打响名号。啊，因为伊研发出来的独家秘方，为着这个肯德基吼，拍落一个足重要的基石。因为烤鸡一大堆啊，台湾嘛足多烤鸡店啊，但是都干那伊这个牌有法当全台湾啊，全世界几啊万间的分店。虽然吼，咱知肯德基炸鸡啊，已经换头家啊，迄个肯德基业都已经毋知过往偌久啊吼。啊，毋过伊的秘方、甲伊的原味、甲伊的 logo， 还阁现在还阁伫咧。是啥是全世界吼独一无二，除了咱知麦当劳以外，就是这个肯德基吼。啊，所以到现在你想，奇怪，逐摆若肯德基的店头前，那一个穿白衫的老阿公啊，那会无爱用少年人呢？原来是这个故事。啊，这个互人感动的是讲，第一，伊安怎失败，伊都无愿意安尼伫遐。安尼退软，就是继续拍拼。第二，伊伫60岁的时阵来悔改，靠上帝，用上帝话来做伊的准绳。啊，这是肯德基爷爷吼，啊，伊的外貌，这是较早伊当创设迄阵的这个相片啦吼。啊，到现在这 logo 已经换头家啊，毋知换几个头家啊啦。听讲，个像是百事可乐。即马咧做，伊的迄个大头家是百事可乐，但是哦，可能足侪店面衫要换，但是无换伊的秘方，啊无换伊的 logo 安尼。兄弟姊妹，最后像是自暴自弃的心呐。人吼啊，看世间拢已经无望啊，啊，逐项拢无要寸进。有时咱身边有即款的人，但这个话是咱爱请兄弟注意。当我
有这6种的遐负面的思想，遐无好的思想的时，你也会去靠上帝的开力，甲伊刷开。最后，咱要讲的是讲，咱的移植啦，移植属神的思想，来改变咱的人生。有真侪人做调查哦，吼，讲这无信耶稣的，啊，你对圣经倒一本你上喜？伊讲我爱读箴言，因为箴言足侪智慧的话吼，毋是基督徒伊嘛感觉足欢喜足爱啦。但是吼，你敢若知影迄个话的奥妙智慧是无够，因为吼，智慧就爱甲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结连，你即个箴言的开力才会出来，请会记得哦。箴言像有遐世界出名的格言，大家嘛咧读，是啦，即个人有帮赞，迄个无帮赞，是因为你甲即个智慧放伫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即款的开力的顶面。啊，所以讲意思，基督徒，你爱甲你的念头、思想、圣经的话，甲即个第四度空间的掌管的上帝结连，所以叫做移植甲嫁接啦，移植甲嫁接。咱在座有真侪兄弟吼，哇，真够正做实在规矩，就知影讲移植甲嫁接的意思。啊，移植甲嫁接，简单讲意思讲，我即个可能。即个身躯，我即个人吼，所产生的果子吼，佫夹、佫涩、佫细粒，啊也无看头歹，我都爱甲人起来好的果子树来刷栽，啊无就来接枝就对啦吼。啊，意思讲，咱基督徒爱会晓甲上帝的话放伫咱即个原来未结果子，也是讲安尼无讲介好的迄个修行的果子内底。即个吼，迄个示意图啦，就讲甲一张好的果子树，伊的枝来甲接伫咱即张较无好的，会改变的吼。咱真侪咱在座的兄弟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会记得吼，捌有一届，已经20-30年前啊，咱旧礼拜堂吼，我外面墙遐啦，有一张什么啊？张什么树？洛梨啦，洛梨。啊，叶啊是发得足水哦，啊奇怪拢袂生，拢袂生。好，我会记谢牧师讲，甲因兄哥的意思，甲因兄讲，啊不你来甲阮看者，看是啊，即张树吼，生啊足水啊，来袂生。后来听讲有哪是甲伊接枝啊，吼，啊是安那甲伊，啊个种，吼，就是讲，甲遐好的遐基因吼，放入去即张旧的原来旧的树，哇，伊煞变做会结果子安尼。啊，所以。这是咱一般伫迄个迄个果子园哦，咧移植跟嫁接迄款的图画啦吼。啊，有人就是用这无花果咧安那嫁接。啊，咱台湾人吼，哇，别项已经大项足够，但是栽果子上高。哇，咱台湾的果子哦，甜个水个大粒吼。哇，逐摆热天也是讲，逐个季节咱拢有好的这果子通食安尼。遐尼是袂？咱这是一个示意图啦，咱都爱请这个专家、农业的专家才知影这个意思。但是咱的意思是讲，你有甲上帝迄个宝贵、健康、受祝福的思想入去咱的身躯内底无？入去咱的脑海中无？啊，这是较重要。所以咱叫做锯断，勇敢固断咱家己的想法，咱甲上帝的想法放伫咱内底。因为咱知影讲，有时嫁接过程吼会艰苦，会有艰苦，因为你袂习惯嘛。原来你要安尼想、安尼做，想要改无啥会足头疼。所以咱知影讲，有足多人歹习惯，特别是遐个无好的嗜好吼，要改足困难。但是经过了后，你有上帝敬儿的思想、行为甲信心，并且有新只技术就发生。最后，咱要讲天堂伫我的心。主要所明白甲咱讲哦，伊讲人袂当讲看这伫倒位，也是迄伫倒位，伊是讲上帝国。上帝国吼，毋是空空浮浮，也是迄个虚无缥缈，毋是。耶稣讲上帝国就是伫你的内心啦。那你意思讲，我所移植上帝的思想，就是甲上帝国进入我内底呢，白字的圣经。咱做来读来做结束。伊讲主要所未来，嘛无人会当讲，你看伫遐，也是讲你看伫遮，
因为上帝国是伫恁中间。感谢主，兄弟姊妹，我希望咱大家有一个决心，讲主啊，你迄个宝贵第四度空间，迄个水的想法、思想，你的念头，希望刷在一我内底。咱来操练，咱来操练。咱后礼拜要说讲最后一部分，就是讲，咱来操练安怎甲上帝迄个宝贵得救的思想放伫咱内底。愿主将即款的恩典赏赐互咱，互咱知影，咱遗失迄个所在，迄个会结果子的、会兴旺的、会水的，是上帝的思想。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神就是活。咱要来做祈祷，然后大家同心来备办，要来迎接祭主的道。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听阮，互阮知影，伫即个地也是混沌黑暗的时，圣神运转，互即个地面来成做有特殊，主看做是好的世界。主啊，阮即个人，因为伫罪的合制中间，嘛常常伫混沌的内底，所以阮需要主的思想念头伫阮中间。阮恭敬求主亲自来掌握阮、掌管阮，阮欢喜迎接圣神伫阮中间。主啊，阮袂晓，也是做无够，也是做无彻底，求主来引带阮，互阮只干那学习，亲像诗篇的诗人讲。我要大大开嘴，主你就要甲阮充满。是啦，主啊，我要开嘴，亲像婴仔要食牛奶，要食麦饭，阮大大开嘴，父母就满足伊的需要。主啊，阮要同齐祷，阮也是要领受这款对你来的平安、救恩、甲祝福。愿你互阮用虔诚的心、仰慕的心，做伙来领受。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坐咧吼，咱要来吟这首诗歌来准备来迎接咱的圣餐礼。我打就君爱见你的面，356首。啊，咱坐咧吟吼，咱吟1节甲2节就好，坐咧吟1节甲2节。主，我打就君爱见你的面，对人生相信，得着你的心。第2节。心来享受下罪的平安。感谢主，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请咱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擘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的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各位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照伊的模样，咱大声三甲来感谢。
主阮的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愿安尼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咱请所有的小会员三甲来做服侍。兄弟姊妹，咱也已经受洗礼，加入教会，无论是外教派，还是会籍无伫咱遮，咱拢会当做伙来领受吼。啊，你摕伫手中，咱今仔日犹原是用这个2合一的圣餐，请你摕伫手中，甲顶悬迄个透明的膜小可揪一半，还是饼摕伫你手内，然后你家己祈祷。像拄则牧师所分享的，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你是宝贵。恩典，你的意念头、思想也享受伫我，互我这个有限的人甲主，迄个无限甲救恩三结连，互我确信，这得救是甲我有份的。这是咱领受圣餐上宝贵的意义。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有诶坐较远的所在，嘛会当主动行来，伫咱的长老吼。若有无摕到的，由咱举手吼，较方便。无摕到举手，咱较紧摕互你。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家己甲主祈祷，虽然这是一个饼，一小杯葡萄汁，但是咱所看的是圣神的运用，圣神的运转。迄个第四度空间，耶稣基督的救恩，迄个看袂到，总是你感受会到的，你领受会到的，圣神的感动伫咱中间。愿圣神的医治、圣神的启示、圣神的祝福、圣神的平安，享受伫每一个较无要追求的兄弟姊妹身上，互咱来移植这个上帝祝福伊的思想、伊的念头、伊的意念、伊的道路。也诚侪咱的道路，诚侪咱的意念。你甲主祈祷，因为主知影你的需要。愿上帝透过这个圣餐，互你得到启示甲规律。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会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有人无摕到无，请免客气，举一个手通保护你。有人无摕到无，请甲迄个布膜来扭开吼，准备来领受。大先咱要来领受这个饼，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大家三个来领受。食了后安尼碰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甲第二层的这个铝箔甲扭开，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正大家三合二地，同心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领受主你话语的真理。主啊，互阮欢喜，透过这个圣餐来纪念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意念、你的道路，互阮行伫上帝你受祝福的道路顶面。主啊，也互阮学习，毋是体贴阮肉体的事，是体贴圣神你活命、真理甲气力，圣神伫阮中间。愿阮基督徒拢真正领受这个对上帝来的思想，享受着永远的信心、平安甲安乐。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要请执事准备来收奉献。牧师搁重复一解吼，咱是今仔日的奉献拢会分做2项，一项是夹伫周报内底一个纸录啊吼。你若有感动，你会当为着圣餐来做奉献。另外，咱无落伫做落下来，你就直接落伫迄个奉献地。谁若要有即个圣餐献金呢？牧师甲咱报告就是讲，咱这个圣餐献金拢会放伫叫做宣教基金。宣教基金，这圣餐献金有2、3项的重要。第一项是，咱现在咧运用即个幸福小组，幸福小组需要经费，咱用这宣教基金来做一个费用。所以就是讲，咱的圣餐献金支援着宣教。第二，咱去关心遐个弱小、弱小的教会，后是迄个急难救助，比如风灾，是有地震需要关注，咱用这个钱项甲因做奉献。第三种奉献是，咱总会定定有迄个主日，逐个月拢有一个特别的主日，因为咱逐摆拢夹奉献地伤复杂啊，伤麻烦，有的人嘛毋知影这主日的意思。咱就是用这个宣教基金。用圣餐献入来，也是会有独立奉献的，请做拨款来做奉献，就无搁夹奉献地。所以等于你若用圣餐献金，就是咧为着咱规年度的宣教关怀弱小来做奉献。所以即阵请执事开始来收奉献，嘛甲时间来交互咱的这个书会咱请小委员来整理这个圣餐道。
会众请起立，咱来唱诗歌《甘心的奉献》。会众请坐。咱来读本话的金句。现在请耶稣搁甲因讲：恁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马可福音16章15节。咱即时来报告，请看周报第2页。下周的主日是夏文学牧师，其他的同工请咱服侍的同工来斟酌看。第3页牧区的出席甲聚会的消息，那请咱家己来留意。第4页集体交通。今仔日是世界圣餐主日，感谢主，咱会当做伙伫遮领受主耶稣救赎恩典甲合一的见证。第2点，小会公告伫10月27要召开临时和会，甲明年度的中级轮休改选。等下呢，咱的夏牧师会来做伙做补充说明。第3点，主日10月13日，咱要举行双联的主日个。中央敬老会名单伫顶礼拜已经有公告，即礼拜呢，咱有把伊修订了后，搭伫个公报栏，请咱来留意，然后需要搁再修改，还是加添的所在，请咱来提出。第4点。幸福小组的部分，遮有真济的活动的说明，搁伫咱的周报第9页。第9页嘛有所有的幸福小组的时间，请咱来关心，继续来守望大道。第5页第5点，今仔日礼拜4，咱要来举行10月份的庆生会，名单有写伫个遮，咱来祝在受请生日快乐，主的恩典满满充满伫因的心上。第6点，婚礼祝福咱的教会龚硕文弟兄甲邓瑞玲姐妹，因的第2个后生陈燕甲陈怡，伫后礼拜日下晡2点，伫台北的济南教会来举行婚礼，咱甲因恭喜愿主祝福因这对新婚的夫妻婚姻美满幸福。第7点，中会的议会消息，伫拜5已经召开。当期的议会选出明年度的中会干部名单写伫个遮特别咱的夏牧师也是咱的中委牧师其中的一位，请咱为着中会的事工推动来顺利来祈祷。第8点是丧礼的消息咱教会王昭文执事也是新酋长老娘，伊的日暮甲火化礼拜定伫个即礼拜6。上午的8点半，伫市立的殡仪馆怀体厅来举行。另外，伫10月13日下晡2点，伫咱的教会礼拜堂举行追思告别礼拜。赵文执事伫咱的教会开创的初期，个担任着咱的执事。赵文这也真。爱咱的富强教会，嘛关心过一个兄弟姊妹，伊捌做过咱的细胞小组的小组长、主理2圣歌队，新朋友的关怀、爱心陪伴的事工，搁有中保大道服侍团队内底真济事工拢会当看到伊的脚力，咱嘛真孝念伊，真
真唔甘，所以咱邀请大家会当来参加，甲来地位。为着神佑长老甲伊所听的每一位出来的人，拢会当得到主的安慰，甲快乐，请咱来为这件代志来祈祷。第9项，其他的消息吼，咱请咱家己看。其中第2项，咱有一个会友，喜事就是咱的教会，提摩太的老提摩太吼，咱讲老提摩太的青年佳美伊伫9月20日蒙上帝保守赏赐伊一个查某婴仔，伊的名号做蒋若曦哈，咱甲恭喜，愿上帝来祝福因母女平安健康。第6页基体交通有足侪咱的事工甲饮食会的消息甲第7页那请咱家己看来为着遮个需要关心的兄弟姊妹，咱来代祷第7页、第8页的奉献，咱请咱家己留意哈继续咱请牧师来补充。10月27哈，这个好会呢，有几项特别爱做提醒报告。第一是讲，咱手中有摕到一张这个蓝色的，就是咱的名单。这个名单有2项的拜托。第一项就是讲，请你到10月27迄天，咱按照第1场礼拜时间，拢来做参加礼拜，敢若1场尔吼。若确实你真正讲确实都较拄好迄天有代志要出门，也是讲袂当来。请你甲你的所属的小组，若无参加小组的，甲干事请假，因为请假咱会当甲你的名单甲伊扣掉，安尼才会成会。这第1项吼。第2项，你若看这个名单，有是你足熟悉的朋友，也是会友，讲伊都出外咧工作啦吼，最近拢无住伫遮，也是讲伊身躯无好势咧静养的，你感觉讲应该放伫叫做不可抗力，你也甲这个名单摕互咱的干事去小组长。咱通去做一个记录，到27号迄天，甲应该放伫不可抗力的名单，甲放咧，安尼咱生活会较紧吼。其他佫会当报告，我就无重复，咱家己看。我主要是讲要来甲咱介绍吼，咱提名的这个候选人的名单。即礼拜先看即个投影片，后礼拜我要请这个候选人的伫即个时阵牧师咧。报告的时拢伫头前，我叫什么人，伊就徛起来，互恁讲，这相片甲本人吼，我斗起来就对啦，又熟悉伊，安尼好无吼？我今日干那念名单尔吼，好，咱照即届吼是讲照抽签的啦，吼，牧师伫顶礼拜甲招几个长老讲来抽签，抽签的意思讲较袂吼，我的姓吼字笔画较少，拢摆头前，吼，这是大家袂遐计较，毋过安尼较公平，像咱政府吼。有无咧抽签？遐总统候选人拢去抽签呢吼，咱嘛照安尼甲抽签。1号是咱的高林清长老，这拢是已经做过中级的候选啦吼。2号是李宗杰执事，李宗杰执事。3号是欧德玲执事，3号这拢是要执事有资格人受选长老。第4号是张希道长老，张希道长老吼。第5号是咱的成佑长老，这5位。要选两个吼，你家己爱祈祷这名单拢伫内底，你先祈祷好，先注明好迄天来就照迄个投票甲投咧就对吼。执事较侪人佫有新的来，执事拢14位啦，吼，14拢足优秀的吼。咱小话讲，哇，遐优秀拢甲藏落，毋过干那会当选4个尔，吼，选4个尔。我来一个介绍哈。第一个林志平，林志平兄弟。伊拢有咧带咱的敬拜团啦吼，咱可能第2场较侪人看到伊。第2位是廖秋平执事，咱做过一任嘛吼，即摆休困了，佫候选。第3位是刘淑敏会长，队长，县官队队长吼，伊嘛做过执事，爱当受选吼。第4位王建伟兄弟，第5位李宗杰执事，意思讲伊也会当。选执事也当选长老就对啦吼。第5位是李文文老师，李文姊妹。第7位韩启智小组长，韩启智。第8位金进吉兄弟，
哈，真正这拢是基田牧区的哈。第9位陈素文姊妹，哈，陈素文姊妹较参加第2场啦，哈，较侪啊参加小组。第10位龚素文医师，哈，啊，恭喜啦，恭喜伊要娶新妇哈，恭喜娶新妇哈。来11号吴志宏兄弟，哈，吴志宏兄弟嘛是拢伫小组内底咧服侍。12号陈子健执事，伊捌做过执事，啊，就是退任了搁受选哈。13号林慧兰小组长，哈，13号林慧兰小组长，14号张子兰执事，伊嘛是小组长哈。啊，这名单都是用抽签的，啊来决定迄个号码。啊，伫这张单内底，请你看这个名单，准备要选什么人，祈祷，啊来甲做选择。第2，你会记得啊，迄天爱来参加，啊若袂当爱请假。啊，若有知影讲即个人到最近较袂当来，啊，要搁不可抗力，甲咱名单报互咱的咱的干事也是小组长安尼吼。好，啊，咱搁一项补充就好吼。后礼拜咱要敬老会，啊，因为咱拢较侪拢集中伫台语场，啊，搁是上年圣歌队诗班要献诗，啊，我特别甲咱邀请咱在座楼顶甲楼骹吼。迄个名单顶礼拜已经公告了啊，就是70岁以上的吼，啊，真搁搭伫迄个1楼，遐个名单拢放伫遐。这个受请，请后礼拜吼，咱的上年要伫遐唱歌坐伫遐，啊，其他的上年吼，尽量搁坐即区，好无？即区，因安怎呢？爱照你的名，一个小红包要互你，啊，若一个伫东，一个伫西吼，哇，咱的中级爱走到呢，吼，走无咯。啊，你会记得？一年花互你挂，吼，一个红牌啊，互你挂，安尼叫做受请的牌啊，吼。安尼咱的中心吼，随看到你的名，能摕互你安尼吼。啊，除非讲啊，有的兄弟无来啦，吼，啊，伊的亲人有来，你事后咱来找咱的中心来讲啊，阮某咪人，阮是大人无来，啊，我退领，因爱有注明讲这送领去啊，安尼，吼。啊，所以上年后礼拜是第1场要献诗，啊，要释放。啊，第2场就正常的礼拜哦，吼，第2场正常的礼拜。好，啊，最后一项就是咱的这幸福小组啦，吼，请咱特别为着因祈祷。哇，咱即马幸福小组吼，咱的教会吼办到第7年吼，哇，足侪创意啦，哇，足侪好的想法拢来啊，吼，啊，因真好的发挥，啊，已经慢慢啊，已经开始要接近结束啊，吼，啊，到11月，咱要有一个名人开讲，11月初3。请会记得招人来，吼，毋通讲，甲咱会友咧听足无彩，你咪通借这个机会招朋友来啊，吼，啊，到12月初1有2场诶，即个名人开讲，啊，咱就较侪好朋友来，讲啊听迄人安尼安那演讲，啊伊那见证安尼吼，用即点甲咱邀请吼，啊，小等下咱礼拜煞，啊，咱有一个即个庆生会，啊，请咱留落来几分钟来做结束安尼吼，用安尼甲咱做补充。不过，遮个名单拢伫遮，咱家己来看哦，吼。啊，遮咱家己来看，好，啊，咱就甲时间到，咱书会。一点的补充哈，这礼拜是10月10号，约书亚牧区密增小组、乐活共学营、泽龙小组，啊，佮有咱的交通团队、信歌队联合，特富野古道1日游，请伫下早时啊6点40哈，6点40伫教会集合出发啊，来。咱这个时阵来吟上吟的诗歌，402首，困求主你应带阮脚步，吟诗了，咱请学牧师来祝祷。困求你应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大个保护，我真听言行谦卑是正，让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对车因带是迷人，这是我迫切望。当心来领受。对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拢无煞。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咱请圣歌队唱祝福的诗歌，然后要庆生会。这买让做伙唱哦吼，做伙唱。我要华裔的民歌叫你，我要我属你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今日姊妹，咱用几分钟的时间来为着10月份的受请来做祝福，咱请同工把生日快乐歌打出来，咱来唱2遍，一遍台语，一遍英语。咱今仔日要请受请代表，咱的魏鹏长老来分蜡烛，咱来唱哈。